为了有期待，主持阮徛起所。第二节，国家兴亡，国家兴亡甲水平，在你的北乡亲。
是震动，还是关机？咱来闭关心，通做礼拜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上主，你至大，有关灵、荣光、胜利、威严，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是你的，上主，国是你的，你至权，是万有的主宰，富有尊贵拢对你来，你嘛掌管万有。你有大权能、大气力，予人伟大强盛。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称赞你荣耀的圣名。咱三甲吟诗来学了上帝，圣诗第9首，万有三甲自集欢喜。
咱犹原徛地，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从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从厝边，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咱即时要来三角体验。体验文第33篇就是诗篇139篇。诗篇139篇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，对真远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。你亲手保护我。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行到倒位，我才会当闪避你啊！我若落阴间，你嘛伫遐；还是去到日落迄边，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，叫暗暝甲我压榨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，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咱即时三角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过去存在，现在存在，将来嘛存在。深在上帝丰富的智慧甲财物。上帝的判断何其难测度，上帝的骹脚何其歹找见。自罪在上帝的心，自罪做过上帝的模式嘞。自罪是先互了上帝，互上帝后来保赏的呢。因为万有拢是对伫上帝，咱着倚靠上帝，归伫上帝。愿荣耀归乎上帝，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！赐予阮智慧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原谅甲自私当作聪明的人类，无知的破坏大自然，懒散开发，造成极端的气候，将野生的侵略当作历史的输赢。无尊重生命，残忍发动战争，甲愚妄、现实、功利的心，当作是才能甲智慧。感谢你原谅阮自大的行为，无互阮的资源、经济、金融、粮食等等的问题出现及时的危机。你用通货膨胀经过阮，互阮知时间已经到。多谢你的怜悯，感谢主，
原谅甲防疫当作政治资本，无顾双方国家人民性命的邪恶、自私自利的领导者。愿在瘟疫是停止伫你的带领，多谢你保守台湾的疫情，使阮所有的防疫人员定心得力，因走袂先，行袂夜，防治决策人员有对你来的智慧甲判断同在，这属于你的决断，利益百姓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阿爸爸啊，感谢你提升台湾，互世界看见台湾。恳求你怜悯掌管台湾年底，甲2024年的选举，安尼伫选举中，阮就袂因为庆宴的花白头所发的受气来惊吓，也袂心内沦落，搁较袂因为卖国求赢的恶者所讲的言论来担忧。恳求你赐下明白是非的圣神，互台湾百姓，互讲白贼的自食恶果，除去政治人物为着家己的声量，破坏价值观的行为，无摕百姓的公款满足家己的权利欲望，无互政客的言论破坏台湾伦理道德，无互魔鬼的诡计得到食，使互阮一个行你旨意、听人民有公义的台湾政府，使互阮活命的阿爸爸，感谢你开阮的目睭，看见家己的罪，原谅阮心思常常忽略圣神的同在，袂记得基督伫门外拍门，无警醒，搁亏欠你的荣耀。感谢你怜悯阮，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快乐，拢归伫阮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妇女团结，这时要来带咱用诗歌敬拜，恬静谨慎。
三甲来供读上帝的话，记在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。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。众人中有一人甲耶稣讲：“老师，请你教我的兄弟甲我分家伙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即个人，啥人任命我做恁的判官，还是公亲？”伊就对众人讲：“要谨慎，要提防逐款的贪心，因为人的性命毋是在伫财产的偌济。”后来，耶稣用一个譬喻甲因讲：有一个好业人，伊的田园大丰收，伊心内想来想去，讲：我无够所在通囤五谷，当我要怎样？伊就讲：我着安尼做，我要甲仓库拆起来，搁起较大间，通来囤五谷甲一切的财物。了后，伊对家己讲：哦，你已经业积真侪财物，有够业通用真侪年。当经营啦，来啉，来食，来享受。毋过上帝甲伊讲：憨人，今暝就要收回你的性命。你所掠集的一切，要留互啥人？同款，为着家己掠集财富，无互上帝看做好业的，嘛会安尼。上帝的确将伊的话刻了伫咱的心。今日王传道要甲咱分享的事实是留存的财富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因带阮的主，当每一届阮做一个事，阮要献上阮的感谢。伫过去的日子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你拢因带阮带领阮。当阮今仔日做一伫遮，拢是因为你的恩典，感谢你。当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感动阮，引带阮头前的路，互阮伫行为甲言行的顶面会当荣耀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现在咱游园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出门的时阵拢会挂喙帽，但我实在是毋是真介意挂喙帽，因为我的面较大吼，迄滴起来吼就暗呢。即摆会当伫即个所在免挂喙烟哦，是真好。啊，但是挂喙烟呢，阁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为着要安怎帮助咱保护咱嘛，也要保护别人。伫即个疫情的影响顶面，阮嘛会去打这个疫苗，拍即个疫苗，要保护家己。也可能有一寡人吼会较谨慎，去人较少的所在，哦，人多的所在伊都无去。所以伫过去疫情拄爆发的时阵，咱拢无啥敢去逛百货公司，也是来到教会这种群聚的所在吼。伫正当疫情拄爆发的时阵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咧卖保险，伊就甲我讲吼，有一个保险袂歹，要介绍我去买。我来讲，我买这个创啥？我对我袂判卖即项事有信心嘛？但是伊讲无共款。你无可能会当永远安那受到保护。即摆已经爆发啦吼，无拍算，可能明仔载我就得着。但是我若有即个保险的，伊会当对我带来帮助，互我伫无头路，也是讲无咧做工课的时阵，我有一个保险，会当互我有保护保障。人伫咧面对有关即个性命的问题，也是讲要怎样去延续即个性命的时阵吼。咱拢会不断去想办法，看有啥物办法会当帮助咱，互咱安那得到保障。那安尼，我要问各位兄弟姊妹，什么是你生命的保障？带互你安全感、满足，也是互你感觉受到保护？什么是你生命的保障？有的人可能是伊感觉健康，有好的医疗是伊的保护。
有的人感觉地位也是权力，有的人真重视伊的家庭、朋友，甲亲人的关系。有的人呢，看重的是钱财。伫咱无共款的年纪、背景、经历上，咱看重的事，也是感觉讲这项事是我的保障的，咱的感受拢会无共款。所以我拄则问的即个答案，无共款的人是真济。但是咱有一项事是爱做伙去面对，嘛爱做伙去想的一个共款的问题，就是到底什么是你生命永远的保障？伫今早起即个经济开始进前，我要先甲大家讲头前即个经济伊发生什么代志，安尼更加会当互咱去了解到，即摆咱要看的即段是咧讲什么。迄个时阵，耶稣伊伫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有几啊千人，因伫遐聚集伫耶稣的边仔，因咧听耶稣讲道。耶稣讲，假是因爱提防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好，也假是因爱敬畏上帝，因为上帝呢，伊是掌管生命的主，嘛甲因讲，表明伊的身份是基督。然后伫即个时阵，有一个人出现了，就是今仔日甲耶稣讲话即个人。因耶稣提问讲，老师，请你教我的兄弟，教问即个家伙。耶稣应伊讲，你即个人，啥人任命我做恁的判官，也是公亲，就对众人讲哦，要谨慎，要提防逐款的贪心。因为人的性命毋是伫伊财产的偌济。即个人伊突然的出现，伊拍断耶稣的讲道，并且伊的问题甲耶稣头前所讲的是无关系。我想，伊咧想讲，伊要甲耶稣请教即个问题，即个原因是啥物？是因为伊真看重的事，即项事。就是怎样来分伊的家伙，但耶稣伊回答家伙即项事，就是遗产。耶稣竟然是讲，要谨慎，提防逐款的贪心。什么是贪心？咱讲什么是贪心？伫圣经内面讲，贪心定义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，因为人对事物的贪心，代表伊安那，毋是真正咧敬畏独一的精神。伫贪心的行为内面的表现中，伊想要得到的物件，伊想要感受到的，是超过伊所需要的。伊所想所做的目的，拢是为着家己出发，满足家己。伊无去关心，也袂去关心重视甲伊无关系的代志。分家伙就是分遗产。这并毋是贪心的表现啊，因为无论伫以色列还是现在咱这个时代哦，这是真正上无好歹、无分好歹的事。遗产也是伫咱的法律中，咱会当分到一件正当而且呢属于咱的一个财产。但耶稣乃安尼甲伊应讲，要提防贪心，逐款的贪心，是因为即个人，伊咧问耶稣代志的时阵，伊根本都无想要去听耶稣到底讲啥。伊想要知影的代志最重要的，就是即件事。所以呢，伊拍断耶稣，无要了解其他的事，伊要了解伊的事。然后耶稣呢，亲像耶稣讲的，耶稣讲：恁的财宝伫倒位，恁的心嘛伫倒位啊。所以即个人。伊的心无伫耶稣遮，伊所看重的事，嘛毋是耶稣所讲的。伊所看重的事，是要安那分伊的遗产，分因老爸老母的遗产。对即个人甲耶稣的对话哦，会当带来一项提醒。什么款的提醒呢？就是毋知咱伫来到教会做礼拜、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咱摕开周报拍开。看到牧师的题目甲伊的经济的时阵，咱敢有一个想法，
即个讲道，即个经节甲我无关系，甲我无关系，这毋是我要听。啊，听会阁感觉讲，这嘛无解决我的问题，这嘛无解决我的问题。这更加重要的是啥物？我的问题，毋是上帝的话救我会重要。其实即款的想法甲即个来找耶稣的人是相共的，就是伊想要得到，伊想袂，伊要得到的是伊袂，伊爱。伫迄个时阵，上帝的话就无当进入到迄个人的心中，这是真可惜。然后耶稣用一个比喻对遐恁的人讲，有一个好野人，伊的田园大丰收啊，伊心内咧想讲我遮恁较尔多五谷，要怎样来留存？然后伊阁想着，安尼我会当拆我的啥物仓库，去一间搁较大间的，通藏遮尔的五谷，甲我的财产，哇，安尼真好啊！然后伊甲你讲，我已经积存真侪财物啊，通用真侪当打轻松啊，来啉来食来享受哦。毋过上帝甲伊讲，戆人今暝就要收转你的性命，你所积存的一切要留互啥人呢？同款啊，为着家己所积存的财物，无互上帝看做好野嘛是安尼。有一个好野人，咱来当听，有一个好野人，伊的田园大丰收啊，咱感觉即个好野人，即个比喻，咱对即个好野人的感受是好事还是歹事？我想是好事吼，但是伫教会中间，咱可能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生，就是更加感觉富有即项事吼，比较是好事，较接近歹事。我举一个真趣味的例，过去我伫我的教会实习的时阵，伫我读册去别间教会实习的时阵，我认捌一个真有钱的社青啊，因兜真有钱。但是每一摆伊到教会的时阵伊穿的衫拢共款意思，用的物件嘛拢旧旧，开的车嘛是共款，拢较旧，拢无洗安尼无整理，牌子嘛是较俗。我就讲，恁兜住伫迄个所在，为什么你用的物件拢安尼？是啥物原因安尼？伊讲伊无想要互教会的人甲伊讲因仔话啊，对伊讲遮个话啊，所以拢穿真简单，用真简单的物件，但是离开教会以后呢，伊就换另外一事啊，开另外一台车。另外，佫有一个牧师也真趣味，伊想要换一台车，但是呢，伊嘛有能力但是伊咧换想换一台较俗。我感觉讲奇怪，为什么要换较俗啊？因为伊无想要互教会人对伊有歹印象。这是一个伫教会内底会常常出现的。但是咱拢袂讲出来，拢藏伫心内。一个富有的人伫教会，咱感觉讲伊所爱面对的是啥物款的看法甲论断？是毋是会想讲伊奉献会侪少，还是伊免努力会当享受呢？还是讲伊有能力帮助别人，为啥伊无去做？像安尼价值观其实是完全错误。若是咱有安尼的想法，我必须讲这是错误。如果讲起好野这项事，我想伫圣经内面，亚伯拉罕、约瑟、约伯，因才是真正的好野，并且这个好野呢是上帝赐予因的，所以好野应该是一项好事才对。但耶稣伫遮恁所用的比喻，主角用这个好野人，伊重点毋是好野，伊的重点是这个人伊怎样来使用伊所拥有的物件。毋是伊是毋是一个好野，是伊所使用的方法。伊伫咧心内咧想，我有真多，怎样来留住？我着安尼做，我要起一间搁较大的。我已经积存真侪财，有足侪我。咱会当看到，伊所想到的是伊家己。除了这以外，伊无想要关心任何的代志。伊感觉讲，伊若有完全的准备伊会当控制伊的人生，控制伊的未来啊！地当来食来啉来享受，来食来啉来享受。耶稣用一段戆人
今暝就要收转你的性命，你所积存的一切，要留互啥人来回答即个好野人伊所准备的一切。咱会当看到，如果咱想象咱家己是即个财主吼，就是即个好野人，咱听着讲，我会当有真侪物件留互我的后代啊，对毋对？会当留互我的厝邻的人啊，我真重视的人啊。但是吼，圣经伫传道书安尼甲咱讲，迄个人是智慧的，还是愚戆的，啥人知？我伫日光下面，用智慧拍拼所做的一切，拢会归乎即个人所掌管。这嘛是空气啊！好野人伊虽然准备坐坐，直到伊会当对家己讲来啉来食来享受，但当伊面对死亡的时阵，上帝要甲伊清算，清算伊真正留存的财富是啥物？迄项财宝是啥物？但因为伊将伊所拥有的一切呢，摕来满足家己啊，所以伫上帝看起来，伊所积存的，就是无好野。最后呢，是空空拿听。那安尼，咱来问家己啊，咱为了家己的性命，留啥物款的财宝来保障咱的性命会当延续？有人讲，歹势，我毋是一个好野人。所以呢，我无留啥物，我嘛无贪心，无想着家己呢，要安怎满足家己，我无安尼做。但我要讲吼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好野、佮富有的人，咱也有过贪心，为着要满足家己的时阵过，但咱无一定有意识。当咱去意识到的时阵吼，上帝的话。今早起即段话，才会当甲咱有关系啊！无咱就毋是好野人。耶稣所讲的即段比喻呢，伊毋是要互咱听的人安那变做观众，亲像吃瓜群众共款，伫边仔看伊讲啊，好野佮富裕的人啊，恁来小心谨慎啊咯，因为这是对恁的提醒，对恁的教示，但是呢，毋是对我，甲我无关系。所以咱必须先知影，我是毋是好野富有。所以咱知影这了，才有法度甲这个金钱对话。咱敢要啥物是好野富裕的定义？头前有问过。佮较清楚的是讲，毋免挂虑，明仔载要食啥，明仔载会食啥，因为我真好野。是讲身体健康，会当看到家己的行行顺顺，也是讲你的家庭和乐。也是讲你有真侪真心对待你的好朋友，也是讲你伫社会有真好的权力地位，后你的日子呢过了无烦无恼，也是讲活咧即项事，我活咧。我想顶面所讲的家人的所讲的好野，不管是倒一项，我感觉拢会当看做是好野甲富裕，因为有外在富裕。要内在富裕，伫遮个会堂中间，我想无任何一个人会当对家己讲，我啥物拢无，我啥物拢无。因为无论咱安怎样去想，咱也袂想着讲对家己重要的迄个财宝，对咱家己来讲，会当得到满足的迄项事。当咱因为迄项事得到满足的时阵，咱就是好野佮富裕的人。那如果咱知影咱家己是好野佮富裕的，咱来思考一项真重要的事。咱甲即个好野人，比如内底好野人比较起来，咱甲伊有啥物差别？有差别无？即个财主伊用我买我食我已经来互咱知影，伊想到的是家己，但却无想到将伊拥有的献互上帝。也是分享出去，这毋是咱所讲的世俗人，迄个世俗讲的迄个好野人，才爱去思考的问题。这是每一个军队主的人拢爱思考的代志，也是咱共同爱面对的生命问题。咱的生命得到满足的迄项事，爱怎样献互上帝，以及分享出去？
如果咱也是感觉讲，我也是感觉我毋是迄个好野搁富裕的，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真久以前真久以前，有一个先生，伊出现伫一个乡舍，住伫迄个乡舍的人看到伊拢感觉真好奇，因为即个人伊对别个所在来，所以无人认捌伊。有一天，即个先生伊叫大家过来，伊摕过来的宝箱，每一个拢共款。然后对即个乡舍来讲，我要将遮恁所有的宝箱，甲恁分享。每一个人拢一个，乡舍的人就开始聚集伫伊边仔，开始摕着的人就问即个先生讲：先生啊，为虾米吼你要对阮较好，也无熟悉啦？而且呢，搁免费。即个先生呢，听了因安尼问讲，即个先生就对即个人应讲，其实讲吼，即个宝箱嘛是我对另外一个先生遐哩所摕着，伊也是免费互我，但是伊甲我讲有一项事吼，我一定爱做着。今仔日我送恁遮恁的宝箱，恁每一个人嘛爱甲我共款安尼做。摕着宝箱的人就问讲：爱做啥？即个先生就讲，就是恁爱将遮恁内面的宝贝，甲人分享，而且呢是免费。伊袂当借别人，也袂当卖掉。拍开即个箱仔，会人看见内顶的宝贝，有的人有够介意的，就逐工住伫身躯边。但也有人感觉无介意，就家己放伫厝内的角落，就无搁插。介意的人呢，伊听即个先生对伊所讲的，伊安摕即个宝贝去甲别人分享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也有一群人，因为别人毋免分享即个财宝，因真欢喜，也真介意到什么程度？介意到伊将即个宝贝当作是全世界对伊来讲上重要的物件。因就决定，我一世人要为着即项物件来活。有人听着呢，就对因讲：笑气啊！有人呢伫后面甲因讲：即群愚妄的人。但也有人听着因所讲，感觉真敬佩。伫120当前，遐里的人中间有一个人，伊也摕着即个宝贝，来到台南即个所在，毋人分享。伊讲，即项财宝的名叫做基督的福音，得救的福音。但我今仔日要甲恁分享，耶稣基督对2000年前将即个福音传互人。即个福音呢，伊经过每一个听做人的行为，甲所讲的，不断的传。巴克利牧师甲伊丽莎白夫人，因也接受即份福音，甲伊传落来。然后呢，伫两礼拜前，7月14到17日，迄4日是咱东门教会举办儿童夏令营的时阵。夏令营的主题叫做“爱在蔓延”。这个盐呢是颜色的盐，意思是讲疼，亲像颜料共款。伫儿童、家长以及参与伫内面关心带导服侍的人中间拓开。迄天换做咱东门教会圣徒、牧师，做伙将即份福音的财宝传互参加的儿童。伫迄4天的夏令营，东港用咱即摆礼拜堂顶面所写的3个字，就是信、望、爱，诚做因甲因分享的信息，就是咱对相信接受福音，跟对耶稣。虽然所做的工有时阵看袂到结果，但犹原有毋忘坚持去做。
然后将领受的疼也分享互别人，成做疼主也疼人的人。我知影，伫咱拥有的财宝内面，包含健康、社会地位、权力、家庭感情、朋友、钱财。但伫所有的财宝内面，独独只有一项会当延续咱永远的生命。过去，咱每一个人拢伫即个某一个时刻，对疼做人的手中得到即份叫做福音的财宝。现在咱同齐伫遮恁敬拜上帝，所以咱会当对家己讲：我是一个好野佮富裕的人，因为即份财宝我也有摕到一份。安尼其他的财宝呢？其他的财宝要成做你毋人分享福音即款财宝的时阵，上好的帮助。愿咱拢会当对今仔日的信息来思考，怎样成做一个接受的，也成做一个分享，将即个名叫福音的财宝留存互家己以及咱身躯边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，互阮所有的人对你遐摕到一份得救的福音，也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不断来去思考，怎样来回应你的疼，也怎样来行出荣耀你的行为，成做一个分享福音。也得到福音的人，阮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耶稣的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三甲来吟圣诗20首，圣父上帝踮天顶。咱即时来奉献。
请坐，即时请牧师来报告甲介绍。好咧，兄弟大家平安，咱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，甲大家分享。咱的圣经学堂的进度，咱来到伫马可福音第10章的32节到45节，所以请咱也做伙来底这个进度。后礼拜是要庆祝父亲节吼，所以咱后礼拜是联合礼拜。所以共款咱伫9点开始，所以共款牧师会用双声道，所以嘛邀请欢喜礼拜的兄弟姊妹，咱后礼拜庆祝父亲节，咱会当三甲来到伫礼拜中间。后礼拜咱嘛要举行圣礼典，咱有为着几位兄弟姊妹要行洗礼，以及咱要守圣餐，所以嘛请后礼拜要受洗兄弟姊妹，请咱踮伫8点半的时阵吼，咱来到伫教育大楼这边来集合。请咱会当，咱的同工会当做伙来伫这个时间。连米咱需要进行问道理，所以有报名成人洗礼甲信仰个别的兄弟姊妹，请咱等下10点半来到伫会议室这边，咱来参加问道理。好，今仔日咱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是新园的朋友吼，黄正刚兄弟踮伫后面遐，咱做伙来欢迎伊。好，前几日咱也为着何安玲姊妹举行个别礼拜。何安玲姊妹伊真少年，47岁，是感情过身，所以伊无足侪机会当来到伫教会中间，因为伊真长的时间咧接受治疗，真毋甘即个消息。今仔日伊的先生吼，明峰伫咱中间，感谢咱。大家兄弟姊妹对因的关心甲帮赞，请咱继续为着民风来祈祷，为着安宁姐因整个的家庭来祈祷。我做以上这的报告。咱即时三甲来吟上吟402首，求主你引带我脚步。咱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少数人望的上帝，就着咱大家对耶稣基督的信充满平安甲欢喜，也就着圣神的气力帮助咱，互咱踮伫每一日咱所算上帝互咱的恩典，也知怎样分享这的宝贝互需要的人。
愿这个祝福通过咱临到每一个所在，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免。请坐。要到闭会礼拜煞，请咱行平安礼。